喂，你哋一紮人之中，有冇一個係2020出世㗎？有冇一個2020出世嘅先？阿仔就97嘛，有冇一個比阿仔仲細嘅？係咪嗰個廖時臣2020出㗎？我細個啊，我細個唔睇㗎。因為如果佢2020阿仔都大佢幾年，嗰個廖我嚟緊啊，我嚟。哇！講呢個咁咪好早賭馬，22歲開始讀賭馬。哇！幾時賭撚到好似我嗰個年紀啊佢，20幾歲已經開始賭馬。哇！我當我20，佢係咪大？阿仔都大過佢嘅，佢都20幾歲先已經開始喺度賭馬。哇！仆街有排賭撚到佢，好似我70歲嗰個年紀有排嘅。一個賭字真快，猜嚟子散嗰啲啊，千祈唔好賭啊！屌你！所以我殺波嗰日我問，屌你殺波嗰日我買100零蚊中埋成筆得，係嘛？屌你啊！依家啲馬好撚打喎。我諗，如果佢2020年出世，阿仔係咪大佢幾年啊？阿仔今年29嘛。出年3號咗啦！嗰個阿松山都係差唔多，都係20年出世或者19年20幾多啊？2019啊！我到咗西沙啦，你咧？我入咗場啦，我西沙。去西沙，今晚又唔知咩鐘數同阿仔食晚飯。我哋阿生。今晚我去到上海飛的啊。3點後就去。如果夜得滯，我係飛的㗎啦。如果唔夜，我就唔使飛的。要啊，但係陳子要啊，肯定要啊！哦，咁啊飛的啊！11點幾更加飛的啦，10點半都飛的啊！係都有，12點幾先冇啫嘛，巴士。唔係啊，我你唔得，阿健佢冇問題。係啊，佢梗係啦。天水圍咩鐘數我有得等，我30個又唔得。我30個要飛的嘅，要。我去到上水咪飛的咯。我坐東鐵啊嘛，坐東鐵咁咪飛的咯。我喺大學站上車嘛，今晚。OK 啊。阿松嶺又打2次電話嚟啊！你打先啦，係啊，你覆佢啊，松嶺。好煩啊，松嶺啊！成日都打嚟嘅真係。哎呀！